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我一个朋友，我那伫电视界咧服务，或者阿全。平常时啊，大家招出去食饭佚佗，讲起来清茶拢真凊彩。结果迄天小约束，哇！我看到伊安尼，内裤带夹咧，鞋子穿咧，西装掉咧，讲你今日哪会装塔甲遮嚣张？即句嚣张，现主时社会加减有人咧讲，毋过字典查无，就要去变。变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到台湾片的大日大书店内底就有解说。第一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装塔了真优秀，雅气整齐，笔乍真嚣张。甚至讲看到感觉真趣味，形容词嘛讲真嚣张。吼，啊全听我安尼学落尔，煞伊颠倒歹势，伊头壳摇的摇，伊讲吼，煞毋知影你看我，吼，你个人吼高墙大汉，敢若徛出来，加我一粒头，汉草真好，大家嘛学落。啊，就是安尼，结果吼人煞嫌我讲差工生啦，朋友啊，差工生即句话，那南部现主时生活中啊，佫真侪人咧讲哦，毋过国情去变。冰冰咧嘛发觉讲，敢若日本时代大日大书店差有。第一，就是讲国情头拄我咧讲，动作真慢顿，人讲真差工。甚至大日大书店内底嘛记载讲，你若文章写了歹，风范咸，感觉即个文章都无趣味、无内涵，形容词嘛是讲做差工。所以阿全讲吼，你看我遮大汉，结果人拢嫌我差工生。啊，我想讲吼，人讲不食羹，人食庄。我当然西装大甲掉落去咯，我才经到头甲大了讲，全兄，我甲你探讨一下。人定定咧讲，头壳内学问较要紧，所以吼，我看有时间来打扮家己，较输讲咱文章甲学好上正，啥则上正？全啊头壳佫绕咧甲我问，我讲这原来古早的台湾话，大日大书店内底就有记载，文章学好上正。解说就是讲，你的文章已经研究甲写了，一丝仔欠点，一丝仔缺点都无，安尼叫做上正。学文若学好上正，过去四句人咧念，当然上京考教，中状元，咱就有名声。朋友，这拢是古早的台湾话，拢是艺术的台湾话。生活中对答我所在，还佫有真侪庄头的人有咧讲，轻巧咧，招你做伙探讨，就是望讲。将这台湾话上界讲究啊，上界趣味的所在，咱继续甲流传落去啦。